啊，这个风台造成的灾害，咱继续来看花莲透早5点外，稻青村的连外道路崩山路石煞全断路，清水部落的居民无法度出入，大约有60个人掉伫内底，加在村民拢平安。县府已经派人到现场来清除路石，今仔日就会当恢复通车。因为崩山土石啊，拢撤落来，将路挡掉咧，树啊嘛倒规片。这是通到清水部落稻青村的连外道路，因为崩山的关系，地区差不多60个村民掉入内底，未当出来。现在你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出动了相关的器材，都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，待会就要来处理这些石头，想要尽快让当地的村民能够尽快恢复交通。但也因为这边的道路交通受阻，所以在清水部落这边跟花莲其他地方不一样，今天是停班停课的状态。去年的9月918赈灾的那个这个状况，你看到现在还没有做。你看我们里面的有差不多将近90户的居民在里面。你看他们现在有的里面哦要洗肾的了，你看都没有办法出来啊。你看昨天还没有了，就是有零星的落石啊。昨天的话我还有经过啊，我进去的时候早上就半夜就下来了啊。多数对风台威力真恐怖，抢修的时要伫落雨，嘛影响到救灾进度。加在崩山的时是日透早，无人甲车通过。巡逻人员发现了，赶紧通报灾害应变中心，派人来抢通。掉入内底村民无人伤亡。县政府嘛决议清水部落停班停课。乡长表示讲，这片山坡地为918台东地动了后，就渐无稳定。即摆因为风台风真透，雨真大，嘛讲会使做好水土的保持。唔通阁有灾情发生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